今日嚟到長沙灣嘅恒匯新樓盤，地址位於青山道439號。由荔枝角站出發，步行約8分鐘到樓盤。依家我哋睇恒匯嘅22樓 B 室，實用面積177尺，開放式單位。好，睇下個洗手間先，有浴室寶，企缸設計，廁所就冇窗嘅。我哋依家睇下嗰個開放式嘅廚房，附送垃圾桶、雪櫃、收納式嘅台、工作台、微波爐、抽油煙機，單位設有露台，露台放有冷氣機分體裝置、洗衣機。露台外嘅景觀，望到山景、仁愛醫院同埋啲樓。但係呢個睇你啲嘢其實攞嚟晾住啫嘛。但係呢個係你諗到點擺位咯？呢度上面做咗層床。多謝收睇，歡迎訂閱同埋讚好我哋條片啦！多謝晒，拜拜。